什么兵马俑作为守护秦始皇陵的军队，手中却没有握着兵器？它到底是不是用真人做的？偷偷的告诉你，里面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镇馆之俑贵社俑，据说跟小帅长得很像。更不可思议的就是秦始皇还留下了世界上最贵的一辆车——铜车马，什么劳斯莱斯、法拉利，在他面前可都是弟弟。由于过于珍贵，刚修复好时就被列为了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。兵马俑里到底还隐藏了哪些未解之谜？关注小帅，我带你走进兵马俑，去了解它是如何在1974年被挖井的老杨发现，到最后能够成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。走吧，秦兵马俑以浩垦一致，看看坑旁边围满了人，这也太震撼了。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是一国皇帝，所以他死了之后还想做皇帝，就把生前的一切都搬到了地宫来，这些就是他的将士们。当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，是远处的这些东倒西歪残破的俑，近处我们所看到完整的俑都是经过考古学家重新修复之后的。这些就是秦始皇鲜衣怒马的将士们，他的虎狼之师。我们现在到旁边去看一看他是如何排兵布阵的。走，看那里就是老杨打井的时候发现兵马俑的位置。前面这3排没有穿盔甲的俑，古时候把它称为先锋部队、敢死队，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炮灰。其实他们是有梦想的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因为秦朝奖罚分明，能够建军功就可以光宗耀祖。冲在前面，斩首1级可以赏田2亩，房屋1间；斩首2级赏田6亩，奴婢数人，房屋4间。如果战死沙场之后，家人还能够继承军功，难怪秦朝可以横扫6国。我们再看一看中间，它的主力军是38路的步兵和车兵组成的，战斗力非常的强悍。我们再看每一个俑，手都是呈半握之势，感觉是在拿着兵器，但是我们却发现这里看不到兵器，兵器去哪里去了呢？最大的可能就是楚霸王项羽。据说楚霸王项羽当年带了30万大军攻破咸阳城之后，手中很缺兵器，就来到兵马俑这边，把大部分兵器都给掳走了。其实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并不是这个颜色的，它是5颜6色彩绘上去的，跟我们真人一样，肉粉色的皮肤，黑眼珠子，白眼球，黑色的头发，青灰色的盔甲。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兵马俑都是这种土色的，是因为彩绘在地底下存在2000多年，一经发掘上来之后，环境差异太大，很难能够保存下来，所以都形成了这种颜色。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尊兵马俑都是千人千面，栩栩如生，各不相同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全部都是单眼皮，连一个双眼皮都没有。这是为何？有2点原因。第一，有没有发现单眼皮的男生很帅气？觉得帅的话可以打出1个字帅。第二，据说当时在制俑的时候都是按照单眼皮制，在彩绘的时候把它绘成双眼皮的。由于彩绘全部脱落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单眼皮的兵马俑。兵马俑的最低身高是1.72米，最高身高是1.96米，平均都跟小帅差不多，1.8米几的大个头。当时秦朝平均身高才1.6米几，为什么兵马俑会高于平均身高呢？可能还是因为秦始皇的性格，他好大喜功，喜欢威猛霸气的将士。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一尊和小帅长得很像的镇馆之俑贵社俑，走吧。哇，这就是那件镇馆之俑贵社俑，是不是从侧面看跟我确实有一点点像？帅不帅？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整个山西省的形象代言人？8000件俑里面就他一尊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呢？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的知识是有关系的。呈贵社形式，重心比较低，个子比较矮，天塌下来了，有个子高的顶着呢。我们再往后面来看，秦朝是以整齐为美的，所以看到他这个3股小辫子，有可能就是当时最为经典的一个发型。再看一看他精致的盔甲，在腰部这个位置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上半部分是一层一层往下压，下半部分是一层一层往外翻的。这个样子在蹲射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施展自己的身位。值得说的是，当时世界同时期的欧洲作战部队披的还是兽皮呢，我们中国就用了如此精美的盔甲，牛不牛？
再看一看他母亲给他纳的千层底，整整密密麻麻1000多个针眼，脚尖和脚跟针眼更加的细密，这样子可以做到很好的防滑。就连他手上的掌纹、爱情线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不知道那位喜欢他小胡子单眼皮的女生有没有等到他的凯旋。看看这位身高1.96米的大将军，你说他是门田还是王翦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大将军指挥官呢？有3点。第一是头上戴的发冠，要做双卷尾鹤冠，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戴的。第二就是身上穿的盔甲，它是双层彩绘鱼鳞盔甲，你看看鳞片，又小又薄又精致。第三就是脚上穿的鞋，叫做方口翘尖履，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得出，他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的大将军指挥官。再看看他一清二楚的抬头纹，就能够感受到他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，并且整个人昂首挺胸，俯视向前，有大将军的威猛霸气，还有这种威慑力。说到这里，您是不是就非常想看那件国宝，世上最贵的车？走，我带你去。铜车马居然从兵马俑搬到了秦始皇陵，现在我们坐上电动车了，马上到。这就是尊贵的2架铜车马，来带你看一看真正的老司机。他已经有了2200多年的驾龄了，从不经意之间上扬的嘴角就可以看得出来满满的自信，可能就是源自于他驾驭的这辆车是世上最尊贵的国产豪车吧。整个铜车马是按照原车1/2的比例铸造而成的，前后列车和鞍车共用了黄金白银14公斤，青铜2吨，零部件总数就超过了6000件，被誉为青铜之冠。即使是这样，这辆车也只不过是秦始皇出行之时5主副车之一而已。而这辆列车最令人出乎意料的设计就是这柄铜伞，它不仅仅与车身在古典美学上达成了天圆地方的完美视觉呈现，最重要的它还是一件暗器。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将军就会动用伞底的机关，里面伞柄是空的，藏有很多的利器，就会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。这2架铜车马出土之后，考古学家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才修复完成。由于过于珍贵，就被列为了中国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。可以看看这4匹马，秦人上右，所以最右边的是领头马，从它头上用青铜切丝做成的道，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皇家车队的标志。后面的车厢还开了3个纱窗，开的时候很凉快，合起来就很温暖。这应该是世上最早的旅行空调车。很多人会问，秦始皇是不是坐在这辆车里呀？还真不是，因为天子驾6，秦始皇的车应该是6匹马6缸发动机才对。秦始皇13岁登基，22岁亲政，8年的积攒，10年征战，最后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。至此，中国是一个整体，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。秦始皇还采取了郡县制，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管理制度。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货币，这哪一样单独拎出来都可以叫做功高盖世。关注小帅，下期视频为您揭秘秦始皇是如何能够从一位楚国的人质，到最后逆袭成为统一天下的千古一